喺大角咀開業嘅中世紀武器咖啡屋入面嘅擺設全部都係名刀名槍嘅武器嚟嘅，由仿歐洲中世紀嘅刀劍、盾牌同埋鎖指甲，到動漫 online game 最受歡迎嘅兵器等等，通通都係按照原有嘅尺寸製作，非常之逼真嘅。而店主咧更加話，客人唔單止可以試着，睇中嘅話仲可以買走添，一定會吸引好多嘅戰爭迷嘅。由於店主係健身教練，咁所以供應嘅套餐都以健康做大前提，好似選用咗本地有機蔬菜製作嘅切蛋有機沙律配雞肉螺螄粉，加入芝麻醬撈勻嘅蔬菜，再配螺螄粉同埋雞蛋，均衡營養得嚟又清新噃。全日早餐嘅話，除咗有必備嘅好多士、有機菜沙律、香腸同埋茄汁豆，仲將炒蛋改成烚蛋，避免食太多嘅油分呢。而鋪頭入面嘅咖啡亦都係選料上乘，矜貴嘅石香貓咖啡。甘香而餘韻悠長，另一副 cappuccino 就用泰國清邁苗族嘅原粒有機咖啡豆沖，亦都係味道非常之順口嘅。店主話呢度咧仲有個好得意嘅安排，只要客人能夠以正確嘅姿勢拎起重38磅、高178厘米嘅斬龍劍，就會有回報噶啦。嗱，大家就睇下佢用一把較輕嘅劍嚟示範下咧。我示範下點為之正確嘅揸劍姿勢啊！雙手拎起佢。大概45度 ，hold 到3秒咧，呢一餐半價。